安。平安。接着咱教会红长老的电话联络，爱我来感道，真欢喜有这个机会，甲大家参加敬拜上帝。伫周报我看到讲，咱的牧师到月底，所以咱也是要为牧师祈祷，主会带伊的路上，可能伊的侍奉，有咱的教会来祈祷，愿上帝带领，咱教会的时间后面，迄个伊的引带。大家也爱尽力来服侍，大家相联络，互咱上帝的教会会通继续来发展。今年是新年，2020年，新年的开始，伫台湾的大代志，就是选举总统甲立法委员，本土的人士有真好的成绩，所以大家心情也拢真欢喜。新闻有报道，有3位年长者，因的人生行到人生的最后一日，总是因还阁尽力去投这个神圣的一票，到迄暗听到开票，安尼才安心来离开世间。所以，咱看到台湾人听台湾的心志，就是遮尔坚强。愿上帝祝福咱台湾。愈来愈健全发展，成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今仔日是咱新年第3个礼拜日。虽然第3个礼拜日还阁是新年第1个月啦咱拜5也是旧历年过年，拜6就是农历的新春过年。所以，愿上帝祝福咱大家。新年拢平安快乐，得到伊的引带。咱都爱用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用信心甲仰望来迎接新的一年。求上帝引带咱新的一年，会通得到伊的引带保守，咱所做的拢来荣光上帝。上帝赏赐咱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就是新的时间、新的生命。安尼，咱就要怎样来把握机会，来好好运用呢？新的一年就是亲像一张白纸，咱要伫这张白纸来写文章，还是画图来谱歌曲，还是艺术的创作，还是要做甚物用途？照上帝赏赐咱的恩赐来做，咱需要上帝帮咱，咱爱来遵循上帝的旨意，安尼咱的人生的内容才会搁较丰盛有意义。以色列百姓因咧过年有3个意义，第一就是忏悔，就是搁来感恩，搁来就是更新。所以，咱回想过去的一年，咱有得罪上帝，求上帝赦免；咱有得罪人的，求人来原谅、来赦免；咱有做无够的，今年搁较努力来做。求上帝赏赐咱新的心、新的灵，互咱有换新正直的心来面对新年的挑战。伫历代志上卷4章第10节，雅比书求以色列的上帝讲：愿你真实赏赐福气予我，
开化我的境界。愿你的手常常甲我伫咧，保庇我无拄着患难，互我无抵到忧闷。上帝就赏赐伊所求的。耶稣讲：求就互恁，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见若求的得着，找的拄着，拍门就甲伊开。咱若有啥物欠缺、需要、困难，就对上帝求，用信心对上帝求，交托上帝，伊会甲咱成。咱有使命、有抱负、有理想、有愿望，也着对上帝来求，求上帝帮助咱，赏赐咱信心开力，会通来完成。今仔日所读的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第2节，我要甲咱来想3点。头一点就是献身躯做偌济。保罗伫遮所咧讲的献身躯，将身躯献上呢，即个身躯是咧指肉体、肉身，指身体，咱的身体，毋是咧讲即个人讲即个人，就是包括心灵毋是咧讲即个全人，伊是咧讲即个咱的身体，咱的肉体。当时即个希腊的哲学有即个两元论的即个思想，即个两元论就是主张讲，即物质拢是邪恶的，身体、肉体，这嘛是属于物质的，直接甲罪恶有关系，所以是邪恶的。灵性就是好的，是人生愿望的归属，属灵拢是好的。所以保罗的信仰呢，甲思想，甲即个希腊的哲学完全无相像，完全倒变。因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拢是好的，总是始祖犯罪，人就带罪出世，人就有即个罪性，所以肉体就软弱，容易犯罪，成做罪工具。因为人有原罪有本罪，所以就互即个魔鬼伫世间好好大大咧做工安尼。总是耶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伊救赎人，互人脱离罪的束缚，成做新创造的。所以保罗所强调的就是讲，咱爱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咱成做新的人，成做一个上帝囝儿，将咱的身躯献做活祭，是活的，是圣的、神圣的、圣洁的，上帝所欢喜的。咱安尼做嘛是心灵的服侍。所以咱知影旧约咧献祭就是爱大先将精生杀死，然后献伫坛顶。咱就是爱将咱的旧的我，即个有罪性的我，咱甲基督同顶十字架，顶死。即马过来就是耶稣基督伫咱内底，咱有新的活命，耶稣搁活的活命伫咱的中间，咱将即个来献做活祭，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彼得前书5章8节，着节制，着警醒。恁的对敌就是魔鬼，亲像好狮四过行，咧找通吞食的。所以咱伫世上，咱有肉体，有遮个世界环境，所以咱都爱谨慎警醒，咱才会通成做一个主好的学生。约翰17章就是耶稣受了以前，
替人祈祷。所以咱若转去好好读，约翰17章，耶稣伫遐替人祈祷，嘛是替咱祈祷。耶稣讲：我已经将你的道理予因。耶稣对上帝祈祷：我已经将你的道理予因，予遮个人。世界怨恨因，因为因无属世间，亲像我无属世间。我毋是求你，予因出世间，就是保守因脱离歹个。因无属世间，亲像我无属世间。原理用真理，予因成圣。你的道理就是真理，亲像你找我入世间，我也有找因入世间。我为着因来成圣，予因也对真理来成圣。耶稣伫天顶来到世间，入伫世间。耶稣也教示咱都爱入伫即个世间。总是耶稣毋是属伫即个世间，耶稣嘛甲咱讲，咱毋是属伫即个世间。所以咱就爱，亲像耶稣，伊踮伫即个世间，无属伫世间。咱嘛是啊，咱踮伫即个世间，拢是无属伫世间，但是属伫上帝。做基督徒，若是本国的国民，伊也是世界的公民，也是上帝国的公民。耶稣为着咱对上帝安尼祈祷，求上帝保守咱脱离迄个歹个，互咱会通对真理来成圣。耶稣伊教示学生祈祷，嘛是教示咱祈祷，嘛教示咱祈祷讲，无得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所以咱有遮尔大上帝的气力，互咱通活去。做一个基督徒是实在是真幸运咱毋免亲像人会无愿望，亲像人拄着困难、绝望、艰苦，行无路。咱爱会晓，咱有困难，无论好歹，咱求上帝引带，上帝带领。所以咱踮伫世间无属世间，咱得到耶稣的救赎，成做上帝的囝儿。安尼，咱也有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款式，伫咧世间做光做盐，这是耶稣的教示，恁都爱做光做盐来做见证。所以基督徒伫世间，就是爱装备家己，无受诱惑，会当做基督的精兵，为主来征战。这是第一项第一项就是献咱的身躯做活祭第二就是讲心志换心第二节讲无得甲即世间相款，就用心志换心来变化家己。要心志换心，大声就爱无得甲即世间相款。伫华语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有真侪无好的流传、歹的风气、无下上的旨意的，咱毋通去缀流行。咱所行都爱下伫上帝的旨意，安尼才会通心志换心来变化家己。保罗甲幼所的教会会友甲因劝勉，伫讲即个其实以前就是咧讲即个造就圣徒的目的，圣徒都爱装备造就目的，然后咧讲要互咱无去做囡仔，互逐样假释的风摇拽漂流，中着人的诡计甲瞒骗，至到互人查谬的法术。所以有真侪学说理论教导是错误的、偏差的，
尤其即马是网络真发达吼，甚至嘛有真侪欺骗假新闻啊，假新闻，咱定定讲假新闻偌济，害偌济人，偌济真侪代志严重。总是咱看嘛，毋知影这是假新闻啦，迄都爱真正有专业的人去判断有关系的人，所以咱着搁较细心、小心用智慧来判断。若新年的时，拢安尼清扫去旧换新咱基督徒嘛是伫新的年，这是一个机会，咱重新开始，重新出发。这就是一个新的历程，新的经验。心情换新，就是一种新的生活过程。伫咱日常生活中，咱来改革，爱更新，爱重新开始。这亲像一个出家的人，一个人伊坐监。然后出来了后，要进入社会无容易，真侪人来拒绝安尼所以伫台湾有一个团体叫做更生团体王明正牧师伊咧主持这个台北有，我知影屏东也有这个更生团体就是咧帮助出家的人。互因用信仰，互因得到福音，甲因陪伴，互因安尼改变，然后进入社会。所以这用福音来改变人，来关心人、疼人，这个事工做了真好。我有一个会友朋友伊嘛是真热心伫遐咧做义工。所以新年，咱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咱若想讲，亲像一个出家的人，要安怎样来新的开始？安尼用即款的心情，咱会想讲，新的年，咱过去有真多无完全做了无好的安尼咱伫新的年。要安怎样来重新开始？新的年，咱的生命都要甲上帝建立新的关系、好的关系。甲人也要建立好的关系，甲大自然环境也都要建立好的关系。伫实际生活中来实行，来经验活命、改变、更新。伫哥罗西第3章。即章真好，就是有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啦。咱若转去有好好读哥罗西第3章。伊对第1节到第4节的是咧讲到，咱着爱甲基督同活咱大先甲基督同死，然后甲基督同活。着爱注意顶面的事，毋通注意地上的事。基督就是咱的活命，到伊显明的时，咱要得到阳光。所以伫即个哥罗西3章第5甲第17节底下讲到，安怎样去旧换新？去旧换新，就是讲伫咱遮个对呢百体遮个污秽邪的心情、歹的私欲、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遮个拢爱除去除去怨愤、受气、恶毒、诽谤、喙内见笑的话，无伫讲白贼3片，因为恁已经脱去旧的人，甲伊的行做，就是脱去旧的人。将旧衫脱去，咱穿新衫，成做新的人。日日换新，得到财物，照创造伊的像，就是咱脱去旧的人，
诚做新诶人。即个新诶人就是亲像上帝拄啊创造亚当夏娃，上帝照伊形象来创造人，咱着爱恢复诚做上帝创造迄个形象。所以讲着爱三宽容、三赦免，亲像主捌赦免恁，恁也着安尼三赦免。伫遮顶面着像仁爱，就是完全的结连，着互基督的和平伫恁心内做主，恁受了成做一体，也是为着即个，搁着感谢。即个歌罗西第3章到18节到25节伫遐讲着咱生活新生活的本分。讲着做妇人人的，做丈夫的，做囝儿的，做奴仆的，第4章第1节，伫遐佫讲着做主人的，着爱怎样做。无论什么角色，有一个原则，就是伫即个第3章13节讲，既然恁所做的，着出伫心内做，亲像服侍主，毋是服侍人。所以，无论咱是什么身份、什么角色，你来真心去做，安尼就对。亲像你甲上帝做，安尼就对。安尼的生活，就是心智换新，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新的生活，都要有新的生命，才会有新的生活。这个换新。毋是干那外在身体行为物质的换新，就是爱内在心灵属灵的换新。安尼，咱才会通测验上帝旨意。有一个心理学家Abraham Maslow， 伊有讲过一段的话吼，伊讲心若改变，你的态度就跟咧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就跟咧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就跟咧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就跟咧改变。即个都亲像咱一般，我上常听过一个会友咧讲一句话，伊讲个性决定命运。所以拄啊马斯洛所讲遮的结论就是个性改变命运。人的心若无改变，个性若无改变，什么代志都袂改变。有一个真疼水的兄弟伊一生真努力，留学工作拢真顺利。伊也真疼主，工作真认真，生活的目标拢真清楚。到伫退休的年纪呢，伊详细回想家己人生的情景。伊讲70岁的时阵伊还阁常常叮咛，已经成家有家庭的囝常常咧甲伊叮咛，讲这讲迄，直到即个爸囝之间，毋是真快乐。72岁以后呢，囡仔开车载因夫妇，因就坐伫咧后座，伊拢无啥物话，毋讲话，干那看外口风景真水到伊就决心，伫74岁开始伊就做一个决定，伊就努力读圣经、祈祷，真力来服侍主。伊的心灵健康永壮，真平安欢喜。伊也体会到即个家庭亲情的快乐。伊也决心要亲像保罗安尼来热心服侍主，头前所查的表来跑走，直到世间的上尾日。安尼，这就是生命的改变。一直
退休了后，经过是安尼，总是伊反省，感觉安尼毋对哦，安尼袂使的，所以伊伫74岁开始，伊就决心要安尼来做。哥林多今仔日咱读的即个经传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人若点着基督，就是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咱爱常常去检讨反省，咱都爱倒位都爱来改变更新，然后做一个决志，重新开始，安尼生活就改变，生命就改变。第3点就是爱测验上帝，测验明白上帝的旨意。咱用心智来换心变化家己，安尼咱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咱的心智若变化家己。更新家己，装备家己，安尼咱就知影，咱就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的旨意，什么是上帝好的旨意，什么是上帝所欢喜顺转的旨意。上帝创造人的时，照伊的形象，上帝的本质就是主爱、怜悯、信实、和平、公义，真侪点。所以咱爱倒转到上帝创造迄个形象，安尼咱就知什么是下伫上帝的旨意，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真侪年前，有人就做迄个会当挂伫手的啦，是遮个标语啦就写一个 WWJD 安尼迄个就是讲 What will Jesus do？What will Jesus do？即个就是拄则我讲哥罗西第3章17节讲各凡所做的，或是讲，或是行，拢着伫主耶稣的名来做伊，也对伊来感谢上帝。所以这就是讲，咱无论做啥物代志，都是为着主来做。是当咱有拄着啥物代志，咱真艰苦、真混乱，毋知要怎样做。真简单，就是你想看讲，耶稣会怎样做。所以当咱拄着啥物代志，咱就是着即个 WWJD What will Jesus do？ 耶稣伊会安怎样做？伫咱日常的生活，伫咱待人处事的顶面，耶稣会怎样做？初信的时阵，认捌上帝是主爱的，是怜悯的。即摆经过真侪年安尼对上帝的认捌是毋是有进一步，有搁较深的认捌？属灵的活命就是爱成长，因为保罗讲大声，我亲像安尼婴仔甲恁饲奶，总是囡仔大汉伊会勇壮伊会食饭，会做工，甚至会勇壮，亲像军人，伊会食干粮，军人是爱去出征的，所以基督徒的性命，一般人性命共款，人的性命真侪款，伊是干那活咧，袂当创啥，是活咧，伊会当真有勇壮气力，会当做这项做迄项。当保罗体会到伊的身躯渐渐衰退的时阵，伊有坚强的信心。保罗伫哥林多后书4章16、12遐讲，所以阮无累志，
阮的外体虽然败坏，若是阮的内心日日换新，因为阮望年久勤勤的艰苦，是甲阮成上顶上永远的大阳光。保罗伊身躯前衰弱的时，总是伊的内心一日比一日搁较强。伊知影这会过去，总是伊相信伊所要得到的，就是永远的福气，永远的阳光。咱爱时常稳定圣神的引带，来提升咱的心思意念，互咱会通测验、明白、追求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爱常常心智换新来变化家己，来遵行上帝的旨意，亲像基督互上帝欢喜一样。新年的开始，咱来反省家己的罪，求上帝赦免，甲人和睦徛起。伫新年的时，伫新年的时阵，咱是爱安静，来思考，来将头前的路站来由上帝来引带，由上帝引带，互咱有智慧。开力来行头前的路。以赛亚40章31节讲：独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开力。因要亲像鹰鸟体色飞悬，因走也无也行也无跣。咱新的年就是要安静来立志，来决心盼望。无论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伫咱的信仰生活、灵修各方面，互咱伫新的年有好的表现，有好的结果。诗篇51篇10节，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再来祈祷。慈悲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你的话，阮知影你的旨意，遵从你的人，心智改变，生命换新。伫新年开始的时，阮的行为、生命来改变，亲像脱去旧衫，穿新的衫。互阮会通愈来愈知影你的善良、顺全，会通愈来愈合伫你的旨意，互你欢喜。求你帮助阮，赏赐阮开力，加添阮的信心，互阮伫新的一年得到你的带领甲保守，所做一切阳光你的圣名。安尼祈祷，感恩本求。主名，阿门。